听见公感上，大家好，天天讲做了真对不？大致写的这个音。今天我们讲第7课日期。当尘封与记忆中的挂历，会有好多特别的日子，让你回想起过去的种种，或期待，或喜悦。特别的日期有特别的回忆和期待的明天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日期。那么下面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关于日期比较常用的句式。那么讲到日期，我们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个句式：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天天到我卡最给，吃吧卡最热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天天到我卡最给，吃吧卡最热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天天到我卡最给，吃吧卡最热。天天到我卡最给，吃吧卡最热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天天到我卡最给，吃吧卡最热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天天到我卡最给，吃吧卡最热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那么您就可以这样回答：今天是公历6月1日。계란기 제남부집에 디린 진도주배 세지시 계란기 제남부집에 디린 진도주배 세지시 계란기 제남부집에 디린 진도주배 세지시。你忘了，今天是公历6月1日。계란기 제남부집에提林金的储别次即是。你忘了，今天是公历6月1号。계란기 제버르베提林金的储别次即是。如果您忘了今天是星期几，您还可以这样问：提林啥卡日节？今天是星期几？提林啥卡日？是，今天是星期几？提林啥卡日日？今天是星期几？提林啥卡日日？今天是星期几？那么今天是星期日。提林啥你们日？今天星期日。提林啥你们日？今天是星期日。提林啥你们日？今天是星期日。提林啥你们日？今天是星期日。问完了今天，你也可以问明天。那么明天是什么日子呢？生日推出卡日节。明天是什么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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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是哪年出生的？用藏语表达应该怎么说呢？ 계란 그두 깨버제。你是哪年出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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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么我是1976年3月1日出生的。我7월제도 국계 tuyun출로 다와순배 최진이 깨버제。我是1976年3月1号生的。我7월제도 국계 tuyun출로 다와순배 최진이 깨버제。我是1976年3月1日出生的。我7월제도 국계 tuyun출로 다와순배
松别切记你给不是？我是1976年3月1日出生的。假如你碰到一个人，你知道他本身就不是拉萨人，您可以这样问他：您到拉萨多少年了？ 키라 라사를 핍네. 너 가最轻松. 您到拉萨有多少年了？ 키랑 라사를 핍네. 너 가最轻不是？您到拉萨多少年了？ 키랑 라사를 핍네. 너 가最轻松。您到拉萨有多少年了？ 키라 라사를 핍네. 너 가最轻松. 您到拉萨有多少年了？我到拉萨已经快3年了。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呢？ nga 라사를 립네. 로숨 두기도. 我到拉萨快3年了。nga拉萨的6年，罗松住这度。我到拉萨快3年了。 nga 라사를 립네. 로숨 두접도. 我到拉萨已经快3年了。您哪天到北京去？用藏语说的话应该怎么讲呢？ 키라 그두 베이징라 태견인바. 你哪天到北京去？ 키랑可对北京了，贴边音吧。您哪天到北京去？ 키랑可对北京了，贴边音吧。您哪天到北京去？ 키라 그두 베이징라 태견인바. 你哪天到北京去？前面我们学习了课文日期的有关常用句式，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重点学习4个比较重要的句型。下面我们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一下星期几是怎么表达的。티린日啥가지比如今天是星期日。티린 사你们日。今天是星期日。 티린 사你们日。今天是星期日。比如今天是星期一。티린 사 다와日。今天是星期一。 티린 사 다와日。今天是星期一。比如今天是星期二。티린 사 미마日。今天是星期二。 티린 사 미마日。今天是星期二。如果今天是星期三。티린 사 학바日。今天是星期三。 티린 사 학바日。今天是星期三。今天是星期四呢。티린 사 푸르푸日。今天是星期四。 티린 사 푸푸日。今天是星期四。今天是星期五呢。티린 사 바사日。今天是星期五。 티린 사 바사日。今天是星期五。今天是星期六。티린 사 뱀바日。今天是星期六。 티린 사 뱀바日。今天是星期六。第二种句型，我们来看一下日期是怎么表达的。明天是多少多少日。生日체卡着日。比如明天是10号。生日체9日。明天是10号。 生日체9日。明天是10号。明天是11号呢。生日체6日。明天是11号。 生日체6日。明天是11号。明天是20号呢。生日체20日。明天是20号。生日
체你是谁？明天是20号。明天是21号。선이 체你是几个谁？明天是21号。선이 체你是几谁？明天是21号。明天是30号。선이 체 숨주지明天是30号。선이 체 숨주지明天是30号。明天是2月1日。선이 나왔니베 체几个谁？明天是2月1号。선이 나왔니베 체几个谁？明天是2月1号。比如说，明天是3月2号。선이 나왔순베 체你谁？明天是3月2号。선이 나왔순베 체你谁？明天是3月2号。明天是4月5号。선이 나왔시베 체我谁？明天是4月5号。선이 나왔시베 체我谁？明天是4月5号。明天是5月8号。선이 나왔나베 체给谁？明天是5月8号。선이 나왔나베 체给谁？明天是5月8号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3种句型。第3种句型是表达你是哪年出生的。那么藏语里应该是我卡里卡里尼给谁？我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生的？比如我是1月3日生的。我나와 당부 체 숨니给谁？我是1月3日生的。我나와 당부 체 숨니给谁？我是1月3号出生的。比如我是8月8日生的。我나와给체给你给谁？我是8月8日生的。我나와给체给你给谁？我是8月8号出生的。比如我是1968年12月15日生的。我接到国家出去这边旅나와 중립에 체捐个你给谁？我是1968年12月15日生的。我接了切东国家出去这边旅나와 중립에 체捐个你给谁？我是1968年12月15日出生的。